唔係帶大家去睇盤啊，而係去食好嘢。講起中山美食，大家千祈唔好淨係諗住只係有乳鴿同埋杏仁餅啊！今次帶大家衝入去坦洲嘅合成水上農莊，呢度簡直係農家菜界嘅10項全能選手，仲要係老字號添㗎。由炭爐佛跳牆到走地雞，補身養顏，一次過滿足晒3個願望。佢個 slogan 講到明係男士加油站，女士美容院，一聽就知個名有幾補啦。我哋成班朋友食到連湯渣都流埋啊！個個食完仲要話 encore 添，一聽就知有幾正啦。呢一個佛跳牆簡直係鎮店之寶啊！入面有廣西雞啦、水魚、鮑魚、雞腳、海參、竹笙、雪耳、花膠、魚翅，一打開超級香啊！湯底仲要係非常之濃郁嘅骨膠原，嗰種鮮味係非筆墨所形容到㗎，你一定要親身嚟呢個地方飲一啖，你就會知道㗎啦。仲有非常之膠骨越重嘅豬手，軟硬適中，好 Q 彈嘅感覺，味道剛剛好。農家菜點解要點啲初菜食啦？係咪？佢嘅番薯係超級嫩厚，仲有正宗嘅走地雞。嚟到中山就梗係要食乳鴿啦，不過今次唔係普通燒乳鴿，而係鹽焗乳鴿，鹹香味超好食㗎。你哋係咪隔住個芒都流晒口水呢？心動不如行動啦！快啲過嚟約我，等我帶你去食餐好嘅，好好體驗下中山另類嘅美食啦！好啦，今日就分享住咁多先，想知道更多大灣區嘅靚盤同生活，記得 call 我啦，下期見！